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后礼拜就是儿童节啦，所以即摆咱要来学一寡古早时囡仔耍的佚佗物仔的台语。娃娃 TV。囡仔耍的佚佗物仔有足侪种的，亲像鸟撇仔。鸟撇仔是一种会当起来甲人弹的物件。因阵的囡仔只要找到迄种歪字形的树枝，就会去摕粗树泥来甲绑起来做鸟撇仔。然后就会找一寡亲像石头也是纸球的物件来做枪子，来去拍鸟啊、偷拍人的水果，也是烧弹。干乐，干乐是一种爱用绳啊甲绑起来，然后才出力甲拍出去的一种佚佗物仔，所以咱会讲拍干乐。风雷。风雷是一种爱用两支棍仔绑起来的绳仔来扭，来互风雷射起来的一种佚佗物仔。咱会讲游风雷，咱咧游风雷的时阵会发出轰轰轰的声音，所以叫做风雷。竹田鸭，竹田鸭是一种用竹仔做的外形亲像田鸭的佚佗物仔，这就是竹田鸭。咱只要用双手安尼捋一下，伊就会飞起来啊。蛋沙包，蛋沙包是一种用细底部填起来，内底底米豆啊，也是细粒石头的佚佗物仔。耍的时阵会当拿蛋拿粒口诀咯。而且我甲大家分享一个口诀：1放鸡，2放鸭，3分开，4烧塔，5打香，6拍手，7芳西，8蒙皮，9扭耳，10翘起。这就是咱先有3个沙包放伫同一个手，1个时阵一个弹起哩。一个放落来，甲接起来；2个时阵，一个弹起哩，一个放落来，佮接起来；3个时阵，弹起哩，甲两个分开；4个时阵，弹起哩，烧塔；5个时阵，弹起哩，打香；6个时阵，弹起哩，拍手；7个时阵，弹起哩，芳西；8个时阵，弹起哩，蒙皮；9个时阵，弹起哩，扭耳；10个时阵，弹起哩，翘起。好，咱来试一遍：1放鸡，2放鸭，3分开，4烧塔，5打香，6拍手，7芳西，8蒙皮，9扭耳，10翘起 ，yes！ 红仔飘，红仔飘是一种因阵囡仔在耍的纸牌，耍法有足侪种的，我来甲大家介绍2种。头一种是拍红仔飘。就是摕家己的红仔飘大来位顶悬，安尼甲拍落去。若是对方的红仔飘变过来，就算你赢。赢的人咧会当甲对方的红仔飘摕走。另外一种是弹红仔飘，就是用家己的手指头啊来弹家己的红仔飘。看啥物人会当甲家己的红仔飘弹甲塔去你对方的红仔飘顶悬，就赢。其他阁有足侪种耍法，欢迎大家分享哦。好，我是 Lisa， 今日影片就到这。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，要一把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嘛，袂一把起只订阅咧，比较先动，安尼较有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未知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